来讲诗篇第20篇吼，诗篇20篇。这是一篇学者讲是一篇礼仪的诗歌吼。啊，这个诗歌是当时来用，吼，是通常是要战争、要战争进前吼，皇室要出征了，战争进前啊，人民的大声啊来祈求平安甲胜利的歌吼。啊，若是安尼吼，来，咱今日要开始解说之前有一个任务吼，咱要用起印的方式吼，我来起，你们印。等一个经文出来，若是黄色的，就是恁念，好无？好，我念白色。咱来比看上台语较好。白色是我吼，我等一下开始哦，吼，这我的吼，这我念吼。后一句黄色就是恁的哦，啊，恁得爱整齐哦，好无？啊，心内咧想啥？啊？心内咧想啥物画面？战争啊！吼，咱即马要迄个皇家，咱的国王要出去战争啊！吼，咱这些百姓啦，上帝求讨平安甲胜利。有没有准备好？可以吼，吼，唔通念到咧要困去安尼吼，安尼一定输去的吼。开始吼，愿耶和华伫患难的日听你。哦，水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。照你的心所爱，互你，正你一切的计划。阮要奉阮的上帝的名来徛旗。当我在耶和华救伊受抹油的。用伊正手的气力救伊。独阮要讲起耶和华，阮上帝的名。好，来，最后一咱做伙求耶和华拯救，阮求的是愿王听愿。然后拄好上尾即句，求耶和华拯救，阮求的是愿王听愿吼。这是马索拉经文的希伯来文的圣经是讲愿王听愿吼。啊，毋过若是74译本，就是希腊文的旧约的圣经，伊遮是写讲愿上帝听愿吼。那个希伯来文圣经比较久，比较不合理。毋过希腊文74译本圣经，伊讲求耶和华拯救，阮求的是愿耶和华听愿吼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好，无要紧。哈多安尼咱念过来吼，大声求救，望等一个战争啊啦，胜利对无？大家拢安啦，平安，有真心无啦？真的吼，所以咱来想想遮的以色列百姓，因的王要去烧台啊，要去战争啊，遮的百姓大声求救，心内有没有很笃定？会不会啦？上帝会听因袂？会不会啦？上帝会不会听他们？会吼。上帝安那会甲因安置，遮经文写的会甲伊拯救安置，甲帮咱扶持，会接纳，吼，侪拢讲着啊吼。所以这是发生是啥物代志？啥物时阵代志？伫旧约以色列因一个国家的时阵，迄个代志对无？是毋是啊？
所以即摆无效啊嘛吼。即有效无啦？有效、哦。什么情形的上帝遐尼听咱？哈哈哈！什么时阵？吼，那即摆咱基督徒，就嘛开始安尼求上帝啊，无一定要去烧台啦吼。譬如讲，要来考试，要来找头路，咱的生活大细事，会当安尼求袂？会使袂啦？所以化了，咱就拢平安顺利对无？无一定哦。啊，是安怎诗篇安尼写，真做一个模范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而且伊讲啥？有人挖客车，有人挖客马。咱来知迄个时阵，巴勒斯坦吼是安怎会真做一个最重要的所在，就是伊连接欧亚非三个所在，交通必争，那个兵家必争之地，啊，交通最方便，迄是一个平原。平原的战争吼，爱靠啥？迄个时代啦，即摆爱靠坦克车啦。我是讲迄个时代靠啥？靠车，吼，战车，靠马，吼，所以有这就一定赢的吼。啊，毋过伊讲，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遮耶和华的百姓，遮以色列人，伊讲安怎？伊讲，独独阮要讲起耶和华，阮上帝的名，因干那要挖靠耶和华尔。所以当因安尼做的时阵，上帝听因，因拢胜利，因拢平安。毋过要甲恁讲一个王，叫做约西亚，这个是南犹大的王，伊是一个侍奉上帝的王，伊定心照圣经的道理来教示，伊甲遐个拜偶像的迄祭坛拢安那都除掉。即款王上帝有欢喜无？有欢喜无？大家灯火收对无？食百里安尼，是毋是？即款的王啊，是毋是？无拍算，等伊个少年的时，埃及王尼哥，埃及的法老王，挥军北上，毋是要拍南犹大，是要去拍亚述帝国。迄个时阵，亚述帝国抑阁是最强的时阵。毋过那个时阵，巴比伦王国也出来了。埃及王法老王要去拍亚述帝国，结果这个约西亚王出兵阻挡。你看这样在什么情形？接着那亲像美国要去烧台的时阵这一国去阻挡，台湾好差不多差不多大小就是讲美国要去战争，结果台湾就派兵去干嘛？阻挡嘛！法老王说：“约西亚王，你在干嘛？你唔通甲我动着这是上帝派我去做的代志哦，你唔通甲我周记哦。”就约西亚王还是不听他的话，所以不用打就被踩过去了伊就安那，他战死。各位看这，约西亚王。因要出去台的时阵，会先念诗篇20篇未？会袂啦？就是遐多咱念迄啦，会袂？念了煞死呢？怎么回事？约西亚王伊要出去烧台，要去甲法老王烧台的时阵，会念遐多迄个诗篇未？一定会啊！求叫上帝，爱上帝赏赐平安甲胜利，对无？结果安那？兵败如山倒，那根本不是打，那就是被压过去而已。所以到底怎么回事？所以他都要诗篇20篇无效嘛有人挖客车，有人挖客马，独独阮要提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，提起了嘛是安那，嘛是死去啊！求叫祈祷了嘛是死去。所以这个诗篇是干嘛用的？各位兄弟，就
安慰一下心里而已，安尼是不？所以基督徒也一样哦，恁的祈祷，你们求主啊，帮助我，求上帝爱甲我成全，求上帝爱帮赞，爱保守，爱医治，爱安慰，爱大趁钱，求了拢安那，好像无声啦。你们刚刚念得很大声呢，有没有很大声啊？在什么情况下，上帝会照你所求的，甲你成全？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，上帝是遐尼疼人的一个上帝？哈，什么款的情形？当人的眼光接近上帝的眼光的时，当人在祈求的时阵，是上帝愿意人求的时，你讲？这敢有可能？各位这敢有可能？咱的眼光要接近上帝的眼光，咱所求的拄拄啊好是上帝爱咱所求的，这是什么情形？这是什么情形？会记咱咧讲，咱祈祷其中2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好啦，全部啦，祈祷4个部分。这4个部分，各位兄弟，什么？感谢、感谢、而乐、认罪，嘿，还有安那？祈求对无？吼，咱基督徒拢上爱啥？祈求嘛，吼。好，祈求是啥物意思？咱了解。悔改是啥物意思？咱了解。感谢。感恩是啥物意思？咱嘛了解。毋过俄乐咧，俄乐甲感谢要安怎分？看下这，咱祈祷的时阵，俄乐甲感谢要安怎分？怎么分辨？你讲哦，感谢上帝，我今日身体做健康；俄乐上帝，我今日身体做健康，有差无？什么时阵你讲是俄乐上帝？什么款的代志你讲是感谢上帝？怎么分辨赞美跟感谢？会当举一个例吼，俄乐较直接甲眼光有关系，眼光有关系。吼，你讲哦，迄个。尖顶老娘，今日迄个头毛安那？安那？色度安那？有水。这有需要眼光无？有哦。你有迄个眼光，你才会当安那？娱乐嘛，无你看哪无看到的，是毋是？吼，知我咧讲啥无？我有讲清楚无？就是讲。娱乐这件代志直接甲眼光有关系。当然啦，感谢这嘛是有眼光啦。毋过在讲娱乐的时阵，你若无迄个眼光，你真正毋知影通娱乐。你要讲娱乐这水，娱乐这牛，娱乐这勇敢，啥物货？你要娱乐的时阵，迄是直接甲眼光有关系。吼，娱乐甲感谢要安怎分开？甲距离有关系，啥物距离？就是讲，这件代志的发生，那甲你这个人比较有利害关系，较有关的迄时阵，你就是用感谢。这件做水做好的代志，那甲你的利益无啥物关系的时阵，其实是娱乐。知我在讲啥无？好，哇！早上一起床，看到有一个美女走过去，哇，看了有没有心情很好？有没有啦？哇，然后就跟上帝说什么？感谢哦，娱乐啦，娱乐上帝遐尼水的什么货？创造是毋是啦？是毋是啦？哦，娱乐上帝遐尼水的创造，
啊那嘟嘟啊后这个很睡的女生是我的太太嘞，你就会说什么？啊，感谢上帝，这是阮某呢。这样能不能分辨赞美跟感谢的差别？可以吧？好，啊，毋过咱会当理解，而乐是更较困难的代志，因为感谢你很快就可以感受到这跟你有关系嘛。啊，毋过而乐是一个更较困难的代志，就是这件代志可能跟你无直接的关系。啊，毋过伊水，伊好，伊值得而乐，是毋是？好，所以。当咱的眼光会当接近上帝的眼光时阵，上帝看是好，咱嘛看啥是好。这个时阵较有可能，how怎讲的？上帝，你会发现上帝是遐尼挺你的。啊，你的困求要安怎到迄个地步，是上帝愿意你所困求的。你要怎么求上帝要你求的？我小学3年级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自己是小学3年级学会骑脚踏车。所以我囝我大女儿跟儿子老二，我都是在他们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就教他们骑脚踏车。啊，结果那个老三还在幼稚园，看哥哥姐姐会骑了，他就强迫我教他。爸爸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使，你搞我搞得死。我说不可能啊，爸爸那么厉害，都是小学3年级才会，你幼稚园在学什么？结果他教一次就会了，幼稚园中班他就会了，好，然后教他会以后，他隔一天去教幼稚园大班的同学，教人家骑脚踏车，我气死。好。我要教阮的查某囝骑脚踏车，小学3年级，他根本不会骑，也不想骑。我希望他今年的生日礼物，我要送他脚踏车，对不？我要他骑嘛，他今年生日，我要送他脚踏车。我怎么让他跟我要脚踏车？有没有办法让我的女儿跟我要脚踏车？什么？伊根本无想到脚踏车啊！伊要甲我讨其他物件，要讨娃娃，要讨巧克力，巧克力是我啦吼。你要讨啥物呢？伊袂去甲我讨脚踏车啊！我要安怎，互伊会当来甲我讨脚踏车？什么？对，爱互伊感觉有需要。我著逐工在伊边仔甲伊讲啥？脚踏车安那？这赞哦！女生骑脚踏车怎么样？很帅哦，很漂亮哦，很帅哦，很迷人哦。讲到好伊安那？爸爸，我生日快到咯，那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？我马上说什么？好，这就是求必怎么样？必得着，是不是啦？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不要怀疑，如果我们所求的，咱所上帝所求的，是上帝望咱去求的，咱一求就安那得到啦，是不是？你看了约西亚，确定上帝没有要他去干嘛？阻挡什么？埃及的法老王，他硬去圣经其实有一点蛛丝马迹。因这迄个时代，旧约迄个时代，要战争，要大代志，拢爱什么会？都要求问上帝呀，对不对？那个祭司都会用土名乌灵出来啊，抽灵切扑下卦。你讲那基督徒讲有，基督徒无啦。啊，毋过旧约的犹太人有无？有啊，祭司拢甲迄穿伫那些牌面牌挂伫身躯伊拢会
诶，抽灵车卜八卦，哦，啊，即马卜下卦，啊，即马要去烧台无？要派倒一个支派去烧台，其实拢伫遮的处置典管，啊，毋过即个拢无问，伊就出去啊，哦，这有一点点的暗示在这里。旧约是安尼，各位阿姐，啊，若到新约基督徒，若要处理代志，有抽灵车卜下卦无？有没有？为什么没有？啊，他们旧约的以色列人不会祈祷哦。为什么旧约会抽签卜卦？啊，咱新约的无啊？咱基督徒无？啊，对，甲恁保证无。吼，啊，是要咱无？为什么？是安怎旧约的以色列人，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阵，大家祭司来甲抽签啦、卜卦呢？啊，是安怎咱无？咱基督徒无？为什么？真的没有想到，有耶稣最中保，啊，咱就忽然间拢明白上帝的心意哦。你们少了一位，不是一位，是一位，少了一位，什么？圣行啦，圣灵啦。好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，基督教就是讲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后，教会群体、信用群体就无搁抽签啊啦，知无？好，圣灵降临，圣行甲咱伫地。每一个人中间，咱会当直接面对上帝，无搁靠抽签吗？所以从圣灵降临以后，全世界的基督徒的群体都不再用抽签卜卦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只有长老会，只有台湾基督长老会跟咧抽签，就是在派传道师的时候用抽签的决定传道师派去哪里，这个一定要改了哈，这个就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堕落的制度。好，卖个美瑞啊！好，人的眼光爱接近上帝的眼光的时阵，人所祈求的是上帝的心意的时阵，其实圣经最的经文去讲到讲，咱向上帝求救，咱向上帝求讨，上帝就要答应。前提就在这里。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各位兄弟，咱所认捌的上帝，敢是迄个真实的上帝？咱所认捌的耶稣，敢真正是迄位耶稣？咱在讲的圣行充满，到底是充满伫咱的大路？我跟你说，圣灵真的很厉害哦。咱的教友组吼。常常为咱备办最多的成人主日学老师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7月1号就是咱的指挥碧如姐哈，啊7月8号另外有一个人，也都跟音乐有关系哈。啊那，蔡长老教育组无安排到的外勤的讲员，伊无安排了，都拢上讲，都我讲哈。那我就每次在想啊，要用什么做主题哈？那前几天呢，我找了几本册，找到一本书，叫做《耶稣比宗教大》，耶稣比宗教大。里面有好几章过了章，我就说好，那我的成人主日学呢，就跟大家一起读这一本。结果第一章在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各位同学，这个都没有事先安排。第一章在讲啥？看你的就补下，请什么？有请真实的耶稣现身伊是咧讲啥？伊咧讲等者你若要听，你来留落来哈，礼拜三留落来一定要留下来，不留下来你去了去啊！伊咧讲，其实教会所了解的耶稣，唔是迄个真实的耶稣。你讲真正我信50几年、70、80年的耶稣，唔是
真实的耶稣诶，要留来听无？无人要插我。跟我今日要讲的经文是有关系呢，完全没有事先设计，结果是有关系。看下这，咱所认捌迄个上帝，敢是圣经所介绍迄个上帝？咱所认捌的耶稣基督，是毋是迄个真实的耶稣基督？咱咧讲，咱基督徒应该互圣神充满，结果圣神充满咱的对。我常说，圣灵可能只有充满我们的盲肠而已。他要圣灵充满我咱的性命，咱的全部，结果咱基督徒拢甲圣神放伫对，放在盲肠。平常时嘛是照家己的心意咧做代志，照家己的看法咧做代志，照家己的经验咧做代志。圣神伫边仔，甲咱烦恼，甲咱忧愁、担心，甲咱祈祷，有在听无？听咧，还是把它放回盲肠就好，是不是？各位兄弟，好，我们要如何，互咱的眼光会当接近上帝的眼光？要安怎会当咱所求的是合乎上帝的心意？各位兄弟，无论你真做基督徒偌久，这拢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咱的眼光要安怎去接近上帝的眼光？咱心所求的要安怎会合乎上帝的心意？先讲第二项，各位兄弟，我其实讲过这一届啊。祈祷不是干那求叫、祈求吼，祷告不是只有祈求，阁有头前三个什么货？认罪、感恩、甲和乐吼。因为祈祷的目的是要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跟上帝祷告，其实就是甲上帝讲话，会当。照着甲上帝讲话，要甲上帝建立要较亲密的关系。咱想看卖啊嘛？你若甲一个人讲话吼，拢无学乐，无感谢，拢无该贺喜咧，大概甲伊讲话拢是甲安那讨物件，恁关系会好袂？会不会啦？你也袂讲，伊就走到毋知影人去啊，对无？好，所以祷告一定要包括俄勒、感谢、认罪，甲上尾这个祈求。毋过，咱咧祈求的时阵，要安怎是会当合乎上帝心意的祈求？看下这，毋免烦恼，咱一开始拢是照咱心所爱来祈求，好，都照着我们心所愿来祈求。毋过，你若不断的祈求，到有一天，你就会慢慢明白，这位上帝望你安怎祈求啊？你要不断的祷告，你得爱常常祈祷，不停的祷告。虽然一开始拢照家己的心意，毋过渐渐你就会看到，会知影上帝所望你所祈求的。以前我不是举过一个例子吗？我说我们那个陈玉峰从小就跟我要糖果吃，一到今嘛也是一样，天天说我要吃糖果，我要吃糖果。伊大概拢给我讨糖果，我刚才大概拢给伊。我有没有我的标准？有嘛哈？所以他每次都跟我讨糖去吃的时阵，有当时会给我呐巴头对无哈？有当时会给我骂，毋过有当时会给伊买。哎呀，好，所以伊拢不停的跟我要糖果，到有一天，陈玉峰学到一个东西了，他不开口则已，伊若甲我讨，我就给伊。为什么？是不是我被他感动了，改变我的标准？就是陈玉峰不要则已，伊若无甲我讨，就拢无。好，伊若甲我开口讨，大概拢有给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开变安尼，开变安搞？是安怎？伊甲我讨我就给伊，伊之前甲我讨拢叫我巴头，即摆是安怎？伊甲我讨我就给伊，因为经过
伊不断的甲我讨糖啊，讨到尾啊，伊知影啥物货？他知道说什么时候要的时候会被扒头，啊，什么时候要会被骂，什么时候要呢？爸爸会给。这个叫 try and error， 什么看心情？但是伊知影伊若有食饭食饱，吼，啊若知影功课有写了，知影考试考好势，伊就来甲我讨糖啊，安尼要互伊无？袂。所以经过伊不停的祈求，他抓到什么？他抓到我的标准了。咁样子，那用这款的思考，咱不断向上帝祈求，其实咱嘛有可能